你想講啲咩啊？不管招式再癲，癲都不該斷片，達陣或是不真，亦踏實地練。你好，自己心中有底線，未擔心方向走偏。誰話強大全賴流量藏密碼？你分了心，我單臂比你好打。再流動如像微步，但平靜如像禪道，心法收到啱數，手法先到家。就望我